我都成魔尊了，还想让我当背锅侠？做梦去吧！我操！从30楼跳下来一点事儿都没有。神仙，我亲眼看到他从空中走下来的。这是我的妻子。居然转世成了一个豪门气少，还是个烂赌鬼。喂，马上做好饭了，你还回来吃饭吗？反正在这陌生的凡界，我也没个去处，倒不如就以原身的身份先生活吧。我马上回来。这就是我家。我已经做好饭了，马上可以吃饭了。我知道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没干什么，我在等你吃完再吃。你不要打我！这是给我的。快吃吧。前身对钟灵这个妻子非打即骂，但他还是无怨无悔的付出。反正我在这世界也没个去处，在这里留下倒也不错。我去开门。我去吧。哟，方子，吃着呢。方子，今天哥们儿手气好得很，我们抓紧去赌场玩2把。听到没？还不给方子拿点钱，耽误了我们发财，饶不了你。我就只有这些了。才这么点儿，你在埋汰谁呢？上次说把你老婆卖了的事情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那边可是给30万呢。那可是30万，够我们赌多久了？不要卖我，我可以刺绣给你赚钱。死瘸子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闭嘴！听到了吗？方子让你闭嘴呢。我是让你闭嘴。方全，你就是一个被逐出方家的废物。要不是方爷让我们来骗你去赌，真以为我们会和你这种垃圾玩到一起？你还敢打我？等方爷整死你，我们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你的残废老婆的。方全，你快跑！你打不过他们的。你是什么怪物？去告诉方毅，之前的每一笔账，我会找他算清楚。方全，我们不是方家的对手，还是不要和他们作对了。方全，我的腿虽然瘫痪了，但我还是会努力赚钱给你的。我可以去刺绣，我会去做小工，我求你不要把我卖了。我不会卖了你的，你这双腿瘫痪是后天导致的，只是经脉堵塞导致气血不通，可以治好的。不用说了，我会治好你的腿，让你重新站起来的。我都已经习惯了，不要给我浪费钱了。小林，你没事吧？方全，你是不是又把你那些狐朋狗友带到家里来了？小玲，你跟我走，和这个王八蛋离婚。莹莹，我不走。方全，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，就放小玲走。她跟着你这么多年，受尽了委屈，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。你喜欢这些吗？我去给你抢几个回来。我不要这个，你不要去做犯法的事情。在魔界的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，想要就去抢，可是在这里居然行不通。我以后会让你过上好日子，这些东西以后都会有的。我有点事情出去一趟。好。这么晚了还出门，他肯定又是去赌了。赌场。不好了，方全肯定是去找方毅的麻烦了。莹莹，你带我去找他。就凭他还想找方毅麻烦，
方毅可是方家负责管理地下势力的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我带你去。虽然是前身被坑的，但我占了你的身体，你的就是我的。我这人报仇从来不隔夜。方权啊，方权，你居然还敢来！那我今天就要把你彻底踩在脚下，永远都翻不了身。方权那个废物还有个飞舞的老婆，虽然是个摊子，但是长得还不错。等让他把老婆都输了，让你们开火车！谢方爷！方爷，不好了！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？是方权，他已经在我们赌场赢了几百万了。这个废物运气好不错，不过也就只有如此了。让法国赌神去会会他。是，运气好又怎么样？想靠赌博翻身，你想也不要想。方爷，不好了！法国赌神也输了，咱们赌场的钱都被赢完了。你他妈输什么？带我出去看看！我要验牌！废物！老三，你敢到我这里来闹事儿，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那是方权，我就知道他狗改不了吃屎，你别管他了。莹莹，你带我过去找他，他怎么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，会被打坏的。小玲，他得罪了方毅，你别被他给连累了。老三，你今天要是跪下来给我擦皮鞋，再自断双手，把赢的钱全都交出来，我就让你活着走出去。要动手？你早说还能这么搞啊！我哪儿还跟你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呢？你他妈找死！给老子弄死他！莹莹，他不会出事吧？方权什么时候这么能打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方权，你他妈想干什么？我可是方家二少，你敢动我的话，大哥和爸不会放过你的。聒噪！方权，不要！今天算你运气不错，记得把我赢的钱转给我。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我担心你来赌场闹事，来看看你。放心好了，我没事。多谢你照顾我老婆。方权这还是第一次在其他人面前喊我老婆。小玲是我闺蜜，我当然会照顾好她。那我就不送你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方权，我们得罪不起方家的，我们不去找他们麻烦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不会去赌了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早点去休息吧。你先去睡觉吧，我去擦下身子，就在客厅里睡。我帮你洗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我们是夫妻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我会治好你的腿，让你重新站起来的。这个月小易的赌场给方家带来上亿的收入，你也不错。现在已经得到徐文凿的信任，只要他一死，古玩街这100亿的生意就是我们方家的了。全是爸你领导有方。爸，大哥，小易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是谁干的？是方权那个废物。方权，他一个被逐出家族的废物，居然敢打断了你的手！
那个废物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，我的手下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方权以前就是一个吃喝嫖赌的废物，不过能打有什么用？我去找杀手榜排名第1的死神出手。7天后，就是方权的头七。我今天要去医院拿药，中午不能回来给你做饭，你自己去外面吃点吧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以前都是自己去的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我是你男人，我陪你去。我一个人真的可以的。以后你想去哪，我都会和你一起去。小姑娘，你老公人挺好的啊，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还能对你不离不弃的。是啊，我也感觉方觉现在不一样了。停车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在这里等我。怎么可能？难道他发现我了？这徒手接子弹，他还是人吗？不好，人呢？你在找我吗？怎么可能？谁让你来的？算了，我搜魂就知道了。搜！方毅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先去解决点事情，我再带你去医院。方权，敢断我2只手，我要把你整成残废，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你的残废老婆被人玩弄。谁他妈敢来闹事？你没死，算你运气好，我安排的杀手居然没找到你。方权，我们快走吧，不要和他一般见识，我们回去吧。没关系，你放心好了。想走？今天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省得我去找你。来人！老三啊，老三，时代变了，你能打有个屁用啊！出来混要有势力，要有背景。你再能打，还能比枪快？今天你们俩都要死在这里！开枪！不可能！就凭这些，你就想杀我？杀了他！谁能杀了他，我给他100万！方权，小心！你不能杀我，我们是兄弟，你饶我一命。上次我已经给过你1次机会了，这是你自己找死。不要！我求求你别杀我！方权，闭上眼睛，马上就好。一切都解决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方权，快走，小心！我纵横魔界数万年，见过不少魅魔和仙界的仙子，但从未遇到过这种女子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！想要治好钟灵的双腿倒是不难，只是现在我修为不足，还是要先提升修为。但这凡界太过于稀薄，要找些灵域来布置聚灵阵。只有古域中才蕴含灵气，而天眼通恰好能看到灵气。
这玉佩怎么卖的？哎呦，这位爷，您可真是慧眼啊！这块凤鸾玉佩可是明朝宫里出来的，是皇后佩戴的，一口价500万。500，卖我就留下当玩具，不卖我就走。哎呦，你这砍价是照着我大动脉砍啊！最低5万。哎，这位爷您等等，这块玉佩，我看也就是和您有缘，500就500。这古玉是工地老头那里50块收来的，就30块钱，赚大了。不错，虽然里面蕴含的灵气不多，但是多来几块这种古玉，我的实力很快就能提升上去。小友请留步。方权，是你？小浩，你们认识？徐老，您有所不知，方权就是被我父亲逐出家门。方小友，你刚刚拿下古玉，愿意出手吗？方权，徐老可是古玩街的大股东，在江城都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，他愿意花钱买你的破东西，你还不感谢徐老？不卖。方权，你给我站住！浩哥，方权这个废物居然敢对我动手，小姨怎么还没对他动手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东西不卖就不卖，凭什么打人？小心，方小友，我愿意出300万收购你那枚玉佩，你看可以吗？多少钱都不卖。多少？300万！方权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300万是你这辈子都赚不到的钱，你别太贪心了。方小友，前面那家紫薇阁就是我的门面，要是哪天你想要出手这块玉佩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这徐远娇是古玩街的老板，要是能通过他的渠道来收购古玉，效率也能快上不少。我看你人不错，给你个忠告，你还有几天就要死了，尽快安排后事吧。该死，这个废物他怎么知道？方权，徐老好心收购你的玉佩，你不卖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诅咒徐老？你敢咒我爷爷？你今天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小心，住手！爷爷，他都这样咒你了，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。方先生，你懂医术？懂一点吧。在转世之前，我可是魔界的万古魔尊，区区凡间医术，一眼便能通透。方权，徐老大人有大量，看在你是我弟弟的份上，我会帮你和徐老求情，你还不给徐老道歉？懂一点医术就敢班门弄斧？浩哥可是国外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博士，是他给我爷爷调理的身体。你就是一个被逐出家族的弃子，有什么资格和浩哥比？原来如此，方浩啊方浩，谁让这事儿和你们方家有关系呢？那我就要多管闲事了。你这段时间心火燥热，每夜都难以入睡，甚至在正午时分，心口都钻心的疼。我说的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浩哥，是你把爷爷的病告诉他的？小心，我不可能泄露病人的病历的。那他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他真的会医术？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找我吧。以你的地位，想要找到我并不难。小心，我们回去吧。小浩，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成大事者不能将喜怒露于表面。对不起，爸，是我失态了。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？今天在古玩街遇到了方权那个废物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学了点蹩脚医术，居然和徐文藻挑明了他身体有病，差点就让徐文藻怀疑到我身上了。方权，又是他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方家的好事，那就别怪我这个当父亲的不留情面了，让小易那边早点动手。老爷，大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二少爷死了！二少爷死了！什么？小易死了？是的，老爷。二少爷的别墅都被烧了，手下10几个人都死了。给我查，到底是什么人做的？
敢动到我方家头上，找死！刘叔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们查了二少爷别墅的监控，昨天只有三少爷和他老婆2人进出。怎么可能？方权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？一个被逐出家族的弃子，居然敢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！我一定要你死！父亲，我现在已经引起徐文藻的怀疑，要是这时候对方权动手，会不会让他对我们更加怀疑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方权暂时动不了，但他不还有个残废老婆吗？那就交给你了。我现在就去做饭。别动。怎么没事？既然没事了就好。我马上去做饭。不用做饭了，我们今天出去吃。可是出去吃饭好贵，我们家里没钱。钱不是问题。方权，这里是不是太贵了？没关系。这太贵了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没事，我有钱，你就点吧。我不会点，还是你来吧。这可是你说的哦，把菜单上的每个菜都来一样。不行，我来点吧。我们要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够了。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我看我老婆长得好看，不行吗？方权好像变了很多，以前从来不会说这种话的。现在能稳定的收购有灵气的古玉，我很快就能治好钟灵的腿。哟，这不是方家三少吗？怎么几天不见，混得这么拉了？滚！方权，老子喊你一声方三少，你不会真以为你还是方家三少爷吧？你把我老婆吓到了，你敢打我？方权，我们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事的。你敢打我？我爸妈都没有打过我。那这一巴掌就当我替你爹教训你的。方权，你找死！老子要弄死你！方权，方权，你婆娘虽然下不了地，但长得嘛倒不难看。等你死了，嘿嘿，这里可都是我的人，今天你插上翅膀都跑不了。动手，先把他的手脚打断，我要他看着我玩他老婆。都给我住手！徐老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杨家的那个小子？徐老，我父亲是杨文宇，曾经和您一起吃过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徐老怎么去找方权这个废物？徐老，这个废物就是被方家逐出家门的方权，他无缘无故打我一巴掌，我正要教训他。方先生，他怎么可能认识徐老？方先生，要我解决吗？方哥，方爷，我错了，我不敢惹您了。你最不该的是提到我老婆，我留你不得！能一巴掌把人拍死，这位方三少果然不是传闻中那般废物。方先生，还请您救我。方先生，今天正午时分，我又感觉心脏疼得厉害，浑身炽热难耐，还请您救我。这位老先生来找方权治病，难道方权真的会医术吗？我为什么要救你？方先生，只要您愿意救我，您想要什么东西我都愿意付出。方权，你要是能救这位老先生，还是帮帮他吧。算你运气好，我老婆帮你说好话了。多谢方夫人。不用了。把这里收拾干净，跟我来吧。方先生不愧是大隐隐于市的高人，就住在这种地方。方先生，我的身体到底是什么病？你这不是病，不是病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耍我们吗？小心，闭嘴！不错，你这是中蛊了。那我这个还能治吗？可以，只要方先生愿意救我，我什么都愿意付出。
我爷爷出了一点问题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徐文藻，多谢方先生救命之恩。方权真的会医术，那他真的会治好我的腿吗？爷爷，你没事啊？哈哈哈，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过，这是10几年来最舒服的时候了。星儿，向方先生道歉。方先生，刚刚是我误会你了。看那儿，方先生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你体内的那只蛊虫。此蛊名为子午穿心蛊，待到蛊虫成熟之日，能将你心脉啃食干净，到时候你必死无疑。星儿，去给我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给我下的蛊虫。是。不论方先生提出什么要求，只要是我徐文造能做到的，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想要在古玩街开一家店，专门收购古玉。方先生对古玉有兴趣，没问题，我会让小新帮方先生的事情都办好。这枚玉佩当中的灵气居然如此充足。这枚玉佩是我徐家的传家宝，既然您对古玉感兴趣，就赠与方先生了。行，我接下了。店面的事情马上就会办好，我就不耽误方先生了。你什么时候会的医术？我会的东西还多着呢。我说会治好你的腿，就是会治好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让你重新站起来。这2枚古玉中都有不少灵气，还是先恢复修为吧。这2枚古玉居然能让我实力恢复如此之多，这么看来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治好钟灵的腿了。你怎么起来这么早？我想多赚点钱给你，你要做生意要本钱。傻瓜，你不用这么辛苦，以后我不会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没有受委屈，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的做事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方先生，我已经帮您的店铺选好位置了，您今天要过来看下吗？我现在就过来。店铺的选址已经好了，我要去看看，你要一起吗？方权，你今天中午回来吃饭吗？回来。好。方先生，您来啦！方先生，这店铺在古玩街的位置是最好的，而且地方很大，符合您的要求。不错，这里还行。方先生，您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和我说，我爷爷让我专门负责您的店铺。有心了。您想好店铺叫什么名字了吗？藏古今之璞玉及天地之灵气，就叫藏玉阁吧。藏古今之璞玉，藏玉阁，好名字！我马上就让人去制作牌匾，店铺很快就可以开业了。小子，你老婆在我手上。小子，你老婆在我手上。你找死！小子，你要是不想你老婆出事的话，就一个人来我给你发的位置，否则你就准备给你老婆料理后事吧。方权，别来！闭嘴，臭女人！你在哪儿？城郊烂尾楼，记住了，就你一个人。要是被我发现多一个人，就砍你老婆一只手指头。你敢动她一下，我杀你全家！方先生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和你没关系。爷爷，方权，你快走，你不要管我！小子，你还真敢来啊！把他放了，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。方权，你杀了我儿子，我今天一定要你死！你儿子，原来是你啊！方家的一条狗，金龙是我唯一的儿子，就死在你手里。他死得可惨了，七窍流血，死不瞑目。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让你活下来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方权，你快走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快跑啊！闭嘴！你这个女人！他要是掉了一根汗毛，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方权，这里全都是我的人，你再能打，能打100个吗？动手！方权，
你这是用了什么药法？你不是人，你是怪物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啊！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这是你逼我的！方权才刚刚开始变好，我就要死了吗？方权，我们得罪不起方家的，我们不去找他们麻烦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不会去赌了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定。闭上眼睛，马上就结束了。你千不该万不该对他下手，下去和你儿子说，你也是我杀的。方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那会儿看到您着急的走了，我就让爷爷帮忙查了下，发现方夫人被杨文宇绑架了，我们就赶紧报警过来了。多谢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这些事情我们会处理好的，您和夫人回去就好了。可以睁开眼睛了，我们回家吧。那会儿你明明都害怕的要命，怎么还喊我跑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想着你安全就足够了。以后我不会让你再遇到危险了。我相信你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饭吧。还是我去吧，你没进过厨房。你坐着休息吧，今天我也给你露一手。这是你做的？尝尝看。好吃就多吃点吧。我好歹也是万年魔宗，区区凡人菜系，看一眼就懂了，有什么难的？明天是咱们家店铺开业的日子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。我还是不去了吧，我就是个残废。你是我老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我老婆。我们一起去。爸，杨文宇失败了，他死了！废物！我的人看到徐文昭也在现场，应该是他帮忙了。这个老东西，他一天不死，我们就不能插足进入古玩街。还有方权，居然敢和方家作对！我还打听到了一个消息，徐文宝投资方权开了一家收购古玉的店铺。看来徐文朝是打算扶持方权当傀儡，入行古玉行业，那就让周瑾去吧，让他身败名裂。诸位，感谢大家给我老头子一个薄面，来参加苍玉阁的开业典礼。我身边的这位方先生，就是苍玉阁的老板。苍玉阁收购大量的古玉，只要能拿出来好东西，价格不是问题。收购古玉，谁不知道周瑾可是玉石大王，他敢来抢生意？周瑾可是徐老的死对头，难道是徐老推出来和周全打擂台的？从今天开始，苍玉阁可以鉴定古玉，100%鉴别，鉴定错了的话，10倍赔偿。好大的口气！鉴定错了的话，10倍赔偿。好大的口气！周瑾，你来做什么？既然是古玩街的同行开业典礼，怎么能少了我？而且我和这小兄弟还是同行啊！如果是来庆祝，那我当然欢迎；如果是来找事儿的，那就抓紧滚蛋！年轻人不要口无遮拦，爷爷都不敢这么和我说话。方先生是我的贵客，你要是来找麻烦，就请回吧。找麻烦？那当然不是。刚刚这位小兄弟是说了，免费帮忙鉴定古玉，鉴别成功率100%，可是有这回事？不错，
我周瑾在这古玩街也有一点名气，我都不敢说能100%鉴定出来古玉，你一个毛头小子就敢这么嚣张？方先生既然这么说了，那他就一定行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和你比试一下，你敢不敢？行啊，你想怎么比？放心，交给我吧。好，有种！既然你说你的鉴定率是100%，我这100块玉器，其中有10块是古玉，只要你能在5个小时之内全部鉴别出来，就算你赢。没问题，不过5个小时太多，3分钟足矣。没问题，不过5个小时太多，3分钟足矣。哈哈哈哈！徐文造啊，徐文昭，你从哪里找来的这个愣头青？3分钟，你要是能找出来这10块古玉，我把这些价值5000万的古玉全送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不错，就是我说的。那要是你输了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1半的古玩街。方先生，您有多少把握？10成。爷爷，相信方先生吧。行，我答应了。徐老头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这小子不会是你女婿吧？老头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自然不会食言。那我就多谢你了。来人，搬东西过来。这100块玉石中有10块古玉，剩下的全都是仿品。就算是我鉴定，也起码要3个小时。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3分钟之内全都辨别出来的。那是你太废物罢了。这块是古玉，找出来1块而已，你得意什么？这个，还有那个，就是这10块古玉。时间过去多久了？1分钟。1分钟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挑选出来？这10块古玉是我的了。你作弊！你肯定是作弊了！我不认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你这是什么手段？周老板，愿赌服输，你可别玩不起啊！我当然不会玩不起，这些东西是你的了。那就多谢周老板了。有了这10块古玉，实力马上就能提升上来，可以治好钟灵的腿了。方老板，请您帮我鉴定一下这块古玉，我也要鉴定。要鉴定古玉的都可以进来。爷爷，你看到了吗？方先生好厉害啊！是啊，这种手段闻所未闻呐。周瑾送来的10块古玉，还有今天另外收了3块，其中蕴含不少的灵气，今天就能突破了。以这个速度修炼，甚至是恢复我前世的修为，指日可待啊！以这个速度修炼，甚至是恢复我前世的修为，指日可待呀！你怎么起得这么早？老婆，今天我就能让你重新站起来。方权，你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残废？你之前都不嫌弃我是个烂赌鬼，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你呢？可是你现在不赌了，也开了自己的店铺，而我就是个瘫痪的。今天过后，我一定会让你站起来。可是要是我站不下来呢？你会不要我吗？我不会不要你，就算你真的站不起来了，我也会照顾你一辈子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来吧，我不怕。
好了，你可以站起来试一下了。是失败了吗？不，已经成功了，你可以站起来了。我真的站起来了，我可以站起来了。你的双腿瘫痪太久了，只要稍微适应几天，就能走路了。莹莹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正好路过你楼下，上来看看你。小玲，你的腿！莹莹，我的双腿好了，我可以站起来了。太好了，小玲，你终于可以站起来了。你的腿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时候治好的？是前几天方泉给我针灸后我就好了。方泉还会医术？太好了，小玲，你以后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莹莹，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就是不小心磕到了。莹莹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你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。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出来，我们能帮你解决。是我男朋友打的。他怎么可以打你？我和你回去找他讨回公道。高莹莹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给老子开门！方泉，你去看看。啊！你谁啊？你放开我！你在我家门口，你问我是谁？误会，我是高莹莹男朋友，我是来找她的。高莹莹，你这个女人，老子让你办点事你就跑，今天回去你给我等着！你凭什么打莹莹？我打我的女人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一个脏字儿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我不敢了，不敢了。不行，莹莹，我们可是情侣，你一定要和我回去，不然我的公司就要破产了。张扬，你这个混蛋！你让我去和其他人睡觉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是你女朋友？我要和你分手！你这个混蛋！你怎么可以让莹去做这种事情？是我拿钱养着她，现在我公司出事了，只要她和别人睡一觉就能解决，这又能怎么样？我不会和你回去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方泉，把他赶走吧，我不想看到他了。滚！你是方家大少点名要找高莹莹的，你知道你们得罪的是谁吗？又是方家，看来你们真是有取死之道了。你没听到我老婆的话吗？滚！你们给我等着！站住！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我是让你滚。你耳朵聋吗？莹莹，没关系，我会陪着你的。这几天可以让莹莹在我们家住下吗？我怕那个混蛋会去伤害她。好，只是咱们家只有2个房间。那就让莹莹睡我的房间，我们一起睡吧。好。莹莹已经睡着了。好，那我们也睡觉吧。要不我去沙发上睡吧，晚上你睡这儿。不要，我们是夫妻，本来就该睡在一起的。让你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你说这还不是？方少，是那个小子拦着我，不然我已经把高莹莹那个女人送给您了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机会？我已经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不中用，滚吧！方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方少！方泉，你多次坏我方家的好事，我不但要让你死，还要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受尽屈辱。是不是我吵到你了？没有，昨天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，以前还多亏你照顾我老婆了。对不起，以前是我误会你了。方家
就这么简单的弄死你们，有点太便宜你们了。这可不是我的习惯。方先生，这是这段时间藏玉阁的财务报表，您看看。不错啊，这几天纯利润就有20万。还是方先生您的鉴定能力很强。现在顾客想要买卖古玉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们藏玉阁。今天找你们来，还有另外一件事。方先生，不知是什么事情？你查到谁给你种的子午穿心果？是方浩。你难道不想报仇？这大半个古玩街虽然在我的手里，但也不是方家的对手。他们掌控着几乎整个江城的医疗资源，实力雄厚。我能帮。这大半个古玩街虽然在我的手里，但也不是方家的对手。他们掌控着几乎整个江城的医疗资源，实力雄厚。我能帮你。方先生说的是真的。方家掌控着医疗资源，我可以给你提供几种药方，只要你推广开来，绝对能碾压方家。我相信方先生，若是有方先生的医术相助，我一定能报仇。方先生，可是你也同为方家人，为什么要帮我？方家人，他们将我逐出方家，背地里对我下手的时候，已经注定了他们的死期。我不想让他们死得这么简单罢了。我一定会完成方先生的嘱咐。难道方先生是想要现场写药方吗？这些药方都是滋补身体的大药，足够你用。那这一副药卖什么价格？5万？不，是50万。我要你用这药方笼络江城的上层人物，让方家孤立无援。这价格绝对物超所值。我相信方先生。至于这药方的收益，30%归你。这价格绝对物超所值。我相信方先生。至于这药方的收益，30%归你。只要你帮我好好的做事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我一定帮方先生把事情办好。小新，你就跟在方先生身边，若是方先生有什么事情要吩咐，你随时联系我。方先生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欣姐，你今天怎么到我们家里来了？方夫人，您的腿，方全将我的腿给治好了。方先生连这种瘫痪都能治好，他真的是神医。今天没什么事情，陪你出去逛逛街。你的店铺才刚刚开始营业，都没有收益，还是不去了。谁说没有收益的？方夫人，这3天藏玉阁的纯利润就已经达到20万了。这么多，这还只是刚开始。等藏玉阁的名声打出去后，以后每天都能收入这么多。我说了，以后不会让你再受一点委屈了。还有别人在呢。我们是夫妻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走吧，今天我们出去逛逛。怎么了？我记得我还没有送过你一件首饰，今天正好给你买了。算了吧，这些东西太贵了，我也戴不习惯。给我老婆买东西，有什么贵不贵的？这对镯子多少钱？先生，这对镯子是著名雕刻家胡大师的作品，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，只要300万。太贵了，我们不要了。这才能配得上我老婆，拿出来我看看。方全，这太贵了。这才多少钱？
只要你喜欢，就算你要天上的星星，我都给你摘下来。好看，就这个了。刷卡。好的，先生。把东西放下。这对镯子我要了。方少，这是送给人家的吗？当然了，不过是300万而已，我1天的零花钱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对镯子是这位先生先定下的。你看看他的衣服，他像是能拿出300万的人吗？老三啊，老三，你一个被逐出方家的，别以为走了狗屎运跟着徐老就可以和方家相提并论。你在我眼里还是个垃圾。帮我把东西包起来。好的。老三，别打肿脸充胖子了，这可是300万，你离开了方家这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方权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？走什么？这东西本来就是我们先来的。你是坐轮椅的老婆居然站起来了，你跟着方权有什么用？他连一对金镯子都要打肿脸充胖子，要不你来跟我吧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，怎么样？你敢打我？方权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倒要看看你刷不出钱来怎么办！我就不信徐老能给你这么多钱。刷卡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丢人的。先生，请您输入密码。支付成功。这不可能！你就是一个穷鬼，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呢？这位先生，你已经买好单了，这对金镯子已经是您的了。方权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钱一定是从方家偷走的，不然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滚！你一个被逐出家族的废物，敢这么和我说话，我打死你！这2角是我向你们方家收的利息，我们的每一笔账我都记得，我会找你们算清楚的。哦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了，我买东西的这笔钱是从方毅那儿赢来的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方先生，令公子的下半身被废了，以后用不了了。你是说我儿子成了个太监？放屁！你胡说！爸，是方权干的，我要杀了他！你一定要杀了方权，帮我报仇！方浩已经不能生育，不能为方家传宗接代，方权也是方家血脉。徐文阁那老东西身上的子午穿心蛊，在7天后的慈善晚宴上就会发作，到时候徐文阁一死，古玩街就会落在我们方家手中。放过方权！爸，方权把我废了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我说了，暂时放过他，等古玩街到手后再说。方权，我要你死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有徐鑫帮我经营藏玉阁，收购了不少古玉，倒是让我实力恢复了不少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来。方先生，老徐，这就是你说的神医？我看毛都没长齐吧？老柳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当时是你求着让我带你来见方先生的。我看你老徐是越活越回去了，被一个毛头小子吓成这样。方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老徐说你是个神医，你帮我看看吧。小子，我爷爷找你看病是给你面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不看。小兄弟，出来混多条朋友多条路，你别把路给走窄了。只有你这般的蝼蚁才需要结伴同行，强者从来都是孤身一人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样的强者有多厉害。对不起，方先生，我不知道柳生云是这种人。坐吧。多谢方先生。若是再有下次，你就不用来了。是，方先生。说说吧，这柳生云是什么身份？柳生云是江城3大家族中的柳家，方家就是柳家的附庸家族。我本想以您给我的药方和柳家进行合作，慢慢蚕食方家在江城的医药资源，不曾想他竟是这样的人。回去后我就断绝和他的合作。莹莹觉得打扰我们太久了，她就先回去了。快来吃饭吧。好吃吗？我老婆做的当然好吃了。那就好，那我以后天天给你做。
我去开门。是谁啊？方全。小子，又见面了。有事儿？我上门是为了有件事找你帮忙，希望你卖我柳家个面子。治病的事免谈。不是治病，我爷爷的身体我清楚，他不需要看病，是药方。我听说徐文豹那老东西拿出来的那些药方是你给他的，我给你1000万，你把药方给我。滚！方全，你被方家逐出家门，1000万对你来说已经不少了。只要你愿意将药方买断给我，我保证方家不会再对你动手，怎么样？滚！不卖。方全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柳家可不是方家那种垃圾，我柳亦菲想要的东西就没有我得不到的。方全，小心。你还想对我动手？我告诉你，你动我一下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你有种打我试试！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。你他妈找死！你他妈找死！在我老婆面前，我不想杀人。滚！今天这一巴掌我记下了。老公，要不我们还是把药方卖给柳家吧，我担心他们对你做出什么事情。放心吧，区区一个柳家，我还不放在心上。方先生，您给我的药方实在是太强了。这些药方只是灵界最低级的药方，对修士基本都不管用了。不过对凡界来说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我以您的名义创办了灵泉医药公司，用您的药方生产的药液，对方家医药领域造成了巨大冲击。现在江城的上层人物全都在猜测灵泉医药公司的幕后者是谁。做得不错，方先生，这是今天晚上慈善晚宴的邀请函，您有空可以去凑凑热闹。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方家，今天晚上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方全，我穿这个会不会很奇怪啊？我老婆穿什么都是最美的。方全，你给我站住！方全，这里可是江城顶尖的慈善晚宴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今天来的都是大人物，这慈善晚宴可是实名制的，没有邀请函你根本进不去。小浩，闭嘴！小泉，你是我方家的人，就用我的邀请函一起进去吧。该死，当初是你要将方全逐出家族，现在我没有生育能力了。要是你想把这个小畜生接回家族，你想都不要想！至尊会员，欢迎您的光临。最近异军突起的灵泉医药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小子，你还敢来这里？你是找死啊！徐文藻这老东西还真是运气好，居然能和这种大人物搭上关系。徐家怕是也要崛起了。我看未必，江城的医药资源向来是掌控在方家手里，而方家又是柳家的附属家族，柳家不会善罢甘休。今天不论如何，都必须和灵泉医药公司的老板搭上关系，否则我们方家真的就要被淘汰了。我们的市场份额已经被压缩的只剩下40%了。灵泉医药，灵泉，难道这是方全的公司？欢迎诸位来到慈善晚会，我是徐文造。想必大家今天齐聚这里，对近期突然出现的灵泉医药公司都很好奇。既然如此，在今天晚上，我就在这里郑重地向各位介绍灵泉医药的老板方全方总。什么？方全竟然是灵泉医药的老板？原本这一切应该是我的，该死！灵泉医药还真的是方全的公司。怎么，被我的身份吓到了？只是有点不习惯。那你得尽快适应了，毕竟以后
你就是灵泉医药老板娘了。小泉，你真的是灵泉医药公司的老板？所以呢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小泉，方家掌控着整个江城的医药资源，只要你将灵泉医药并入家族，方家很快就能崛起，我也能让你回归家族。滚！方泉该死！你想要夺走我的一切，这一切都是我的，我绝对不允许。小泉，当初我将你逐出家族，只是为了考验你，现在我愿意让你回归家族，以后你就是方家的少家主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！方泉就是一个废物，他凭什么当少家主？少家主是我的！王浩，你给我闭嘴！如今小泉的成就在你之上，少家主之位当然应该是他的，我不同意！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太监来否决我的事情了？我才是方家家主，滚开！方浩，方家是你的，家主是你的，你该死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一切都是你的。小泉，只要你将灵泉医药并入方家，我马上就宣布你就是方家少家主。少家主，我不稀罕。我今天之所以会在这里，就是为了将你们方家彻底的踩死。方唐镜，你这个蠢货！你想要让这个废物回来顶替我的位置，你想都别想！我得不到的东西，我宁愿毁了都不给其他人！你这个逆子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还有你，一切都是因为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方泉，小心！快保护方先生！方泉，你该死！你是最该死的！在方家屡次针对我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了你们的死期。方泉，你的手受伤没有？就凭这点小手段，还伤不到我。以后不要这么冲动，要是你出事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以后遇到危险你就躲在我的身后，以后不会让你担心了。老公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老公，我们要个孩子吧。怎么突然想要孩子了？你对我很好，我想要给你生个孩子。方先生，我已经将方家的所有资产都整理出来了。方唐镜和方浩死后，您就是方家唯一的继承人。把这些东西都捐出去吧，方家的东西我嫌脏。方先生，这方家的资产少说上百亿，居然毫不犹豫的就捐了，不愧是方先生。可惜方先生已经有夫人了，不然可以让馨儿去试试。爷爷，方唐镜和方浩都死了，现在方家已经全都落入方权手里。方家虽然只是我柳家的一条狗，但打狗也要看主人。爷爷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既然方权和徐文娇那老东西想要插手医药领域，那就给他们找点事情做。爷爷，姜还是老的辣，还得是您啊！老公，辛苦你了。方先生，您着急的喊我过来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以后藏玉阁这边你就不用来了。方先生，我哪些地方没做好吗？我可以改。不，恰恰相反，你做得很好。我要将灵泉医药的事情交给你来全权负责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您，方先生，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。那我要重新安排个人手来负责藏玉阁的运营吗？不用，以后藏玉阁就交给我老婆来。什么？交给我？不行的，不行的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会把事情搞砸的。你本来就是藏玉阁的老板娘，有什么不懂的就学。
方夫人，您要是有什么地方不懂的，随时都可以来问我，我会毫无保留的教给您的。好吧，那我就试试看吧。要是有亏损的话，我就不做了。都依你。我之前交代你的事情都做好了吗？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做好了。好，那你先回去吧。老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什么地方呀？到了就知道了。老公，我们这是到哪里了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老婆，你昨天不是说想要个孩子吗？换个环境，没准就会有了。方先生，不好了，林泉医药出事了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公司出了点事情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早点回来。所有的药有问题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妈要是出事了，我要你们全都进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方先生，您来了。你就是灵泉医药的老板是吧？你们的药把我妈吃坏了，你们要负责。宋女士，你有什么问题到我们公司里说，我们一定会帮您解决的。我不去，谁知道我们这种黑心公司会做出什么事情？你想要怎么解决，我们公司一定配合。我不要赔偿，我只要你们这种黑心公司倒闭。天眼开！你说你母亲是吃了我们公司的药才出现的问题？当然了，难道我会用我妈的生命来开玩笑吗？哎呦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！月儿，妈是不是要死了？方先生，这件事情要是处理不好，对我们灵泉医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交给我就行了。那正好，我是一个医生，能让我给你母亲检查一下吗？只要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一定负责到底。好，随便你检查。确实是私脉，你母亲活不过今天了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死丫头，你不是说让我来演戏，我怎么真的有事儿了？妈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！都是这个死丫头，她让我来演戏，陷害你们公司。我没吃过你们公司的药啊！天哪，居然亲生女儿害亲妈！太恶毒了吧！太恶毒了！哎呦痛！妈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个死丫头，我就知道你真的想害死我！妈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，您别打我了。大夫，求求您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你这病我治不了，谁让你们来的找谁去吧。方先生，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，让那对母女自己承认？只是用了一点小手段罢了。以我现在的实力来说，让一个凡人口吐真言，确实只是个小手段罢了。这次不知道是谁在暗中对我们灵泉医药下手，我已经让人去查了。不用查了，是柳家干的。柳家？我们和他们没仇没冤，他们为什么要针对我们？方家是柳家的附属家族，方家又被灭了，而灵泉医药又要插手医药领域，自然是他们的眼中钉。那怎么办？柳家可是江城3大家族，我们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？不用担心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柳家就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徐总，不好了！那怎么办？柳家可是江城3大家族，我们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？不用担心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柳家就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徐总，不好
了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方先生是我们公司的老板。是方总、徐总，是青龙会的林啸峰在楼下说今天见不到您他就不走了。该死，青龙会也想要来分一杯羹吗？青龙会，方先生，青龙会是江城的地下势力，实力强大，不弱于三大家族。林啸峰是青龙会的二当家，这次他上门，恐怕来者不善啊。好，既然来了，那就让他上来吧。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来者不善的。没听到方先生说的话吗？让林啸峰上来。星儿妹妹，几天不见又变漂亮了。林啸峰，你有什么事情？这位就是灵泉医药幕后老板方先生。是我。我这次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方先生愿意将你们的核心药方分享给我们青龙会，我保证柳家不会对你们出手。不可能！林啸峰，你少做梦了！心儿妹妹，方先生都还没说话呢，你急什么？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方先生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只要你愿意将药方分享出来，我保证能让灵泉医药也能吃上一份。否则，柳家出手，你们会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方先生，青龙会在江城实力也不弱，我们要是同时得罪柳家和青龙会，恐怕真的承受不住。无妨，只要有我在，他们翻不了天。是，方先生。姓方的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只是弄死了一个小小的方家，你真以为能在江城站住脚不成？毕竟方夫人长得如花似玉，你也不想方夫人出什么事情吧？该死，我怎么会被他的一个眼神吓到？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让我老婆威胁我。大哥，别过来！大哥，我错了，我没敢动你老婆，我就是随口一说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只要我老婆出现一点危险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会生不如死。妈的，给我砍死他！住手！快给我住手！大哥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，你饶了我，我好痛啊！大哥，以后我就是你的狗。还不快给方先生跪下！大哥，以后我就是您的狗，您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敢往西。今天是谁让你们来的？方先生，是柳生云那老东西和我大哥商量对付灵泉医药，等药方到手后，青龙会和柳家共同开发。果然是柳家，他们居然这么不择手段。若是你大哥死了，你能否掌控青龙会？没问题，我只要我大哥死了，整个青龙会就是方先生的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滚吧。方先生，青龙会掌控整个江城的地下势力，您真的要对他们动手吗？我自然有安排。老公，你回来了，可以洗手吃饭了。好，我马上来。这几天，欣姐将藏玉阁的管理经验交给我，我现在已经能上手了。那就好，以后藏玉阁可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以后我就可以赚钱了。那我可就靠你养我喽。老二，你今天去灵泉医药，没能将药方带回来？大哥，那方圆是个练家子，我带去的人不是他的对手。练家子有什么用？明天带上家伙去找他。他要是愿意老实的把药方交出来，我就饶他一命；要是他不识趣，把他全家都送下去还原。要不要把这个消息提前告诉方先生？要是他死了，或许我身体里的东西就没了。老三，明天你和老二一起去。好，大哥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了。什么人胆敢闯我青龙会堂口，找死不成？方先生怎么会在这里？他难道想要独闯青龙会？你不正打算明天去对付我吗？我自己来了。我原本以为你方全是个聪明人，没想到也是个蠢货，竟敢孤身一人来我青龙会。方全，将药方交出来，我饶你一命。想要药方，没有。看来你是自己找死。老三，是。
大哥，武道练到了极致，竟然摸到了修行的门槛。小子，这是你自找的！怎么可能？老三可是咱们青龙会的顶尖双花红棍，他居然能和老三旗鼓相当。虽然是摸到了修行者的门槛，不过也就仅此而已。方权，你找死！你能打有什么用？你还能比枪快吗？还不动手？这可是你要求。老三，你敢背叛我？骁龙已经死了，全都给我放下武器！方先生，还不给方先生跪下！林啸峰见过方先生。现在你能不能掌控青龙会？以后青龙会就是方先生您手上的刀。之后柳家有任何动静，随时联系我。是，方先生。记住你的身份，我能让你当上青龙会的会长，也照样能把你拉下来。是，方先生。爷爷，我失败了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这样，我如何将整个柳家交给你？对不起，爷爷。算了，我已经让青龙会出手，想必方权再怎么傻，都不会同时得罪青龙会和我们柳家。爷爷，还是您厉害。等药方到手后，就将方权还有徐文曹他们全都除掉。这种东西必须掌控在我们柳家的手中。是，爷爷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爷，刚刚青龙会那边传来消息，骁龙死了。老爷，刚刚青龙会那边传来消息，骁龙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昨天晚上青龙会发生内乱，青龙会大当家和三当家死了，现在青龙会已经被林啸峰掌控了。该死！你去帮我联系林啸峰。爷爷，这会不会是方权做的？青龙会是能够和柳家齐名的势力，要是方权有这种手段，就不用守着一个药方了。让你的人最近老实点，有什么事情等我通知吧。我才让青龙会去对付方权，青龙会就内乱了。难道真的和他有关系？不可能，他一个毛头小子不可能有这种能力。不错，实力又恢复了一些。老公，欣姐刚刚给我发消息，说今晚有一场拍卖会，有几件不错的古玉，问我们去吗？拍卖会？欣姐说这拍卖会是整个江城最大的拍卖会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那我去收拾一下，我们就出发吧。方先生，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今天晚上的拍卖会，我也有件东西想卖。是什么东西？增寿丹，1颗便能延寿10年。什么？你帮我联系拍卖行，上今晚的拍卖会。好的，方先生，我马上帮您安排。你听说了吗？这次的拍卖会居然有一个能延寿的丹药，早就听说了。拍卖行已经将这个作为噱头打出去了，今晚好多人都是为了这个而来的。方权，上次的事情算你走运，下次你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。在江城，还没有我柳家得不到的东西，那就看你本事了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拍卖行，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。3000万，3000万一次，3000万2次，3000万3次，恭喜柳少拿下。没钱就少来这种地方，这里可不是你们这种穷鬼能来的地方。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闭嘴，贱人！你把我老婆吓到了。该死的！要不是爷爷让我这段时间别招惹方权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有请下一件拍品，这块白玉盘是唐朝唐玄宗赠与杨贵妃，诗仙李白曾经作诗，天上白玉盘便是此物。这白玉盘中的灵气居然如此浓郁。这块白玉盘起拍价5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。要是能将这块白玉盘拿下作为聚灵阵的阵眼，往后我修炼的速度能提升一大截。2000万。
2000万一次，2000万2次，3000万。早就听说方先生开了一家藏玉阁，鉴定宝玉是100%的，那这块白玉盘我就收下了。4000万，5000万。我柳亦菲就是不缺钱，今天这东西我要定了。方权，我们店里的资金不够用了，我们还是放弃吧。放心吧，没事。1个亿，1个亿第一次，1亿5000万。啊！少爷，这个价格有点贵了，那颗增寿丹我们一定要拿下的。闭嘴！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我。那我不要了，还是柳少爷有钱啊，花了1亿多买个玉盘。老子有的是钱，1个多亿而已。接下来到我们最后的一件拍品，诸位也是为了这个东西而来的。这枚丹药名为增寿丹，服用后可增寿10年，返老还童。增寿丹起拍价1个亿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。这件东西我柳家要了2个亿。柳家都出手了，谁还能和他们抢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2亿0100万。老公，这东西不是你拍卖的吗？有人送钱来，为什么不要呢？方权，你故意和老子作对是吧？拍卖会的规矩不是价高者得，我不能出价了。方先生出价合理合规，请柳少不要干扰其他人出价。好啊，和我柳亦菲比有钱是吧？3个亿，3亿0100万，5个亿，你有本事就往上加，5亿100万。方权，你要和我竞价就多加点，100万100万的价是什么意思？拍卖会的规矩就是每次加价不低于100万，有问题吗？方先生的出价没有问题。我出10个亿，你有本事就继续加。那我不要了。恭喜柳少，这颗增寿丹是您的了。不愧是柳家，还真是有钱。能拿出增寿10年丹药的这种人物，一定不会是等闲之辈。若是能够和他结交，对我柳家也有益处。这增寿丹是谁放在这里拍卖的？能否为我引荐一下？那位大人物等会儿会来这里收款，我可以帮您介绍一下。多谢。方权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怎么，这里你能来，我不能来？你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拍下的人，有什么资格来这里？你们还不把他赶出去！方先生，您终于来了。柳少，您刚刚不是想要认识寄拍这增寿丹的人吗？就是这位方先生。这怎么可能？柳少，还是要多谢你们柳家给我送来的10个亿，我就不客气收下了。你方权，你他妈敢耍我！方先生是我们拍卖行的贵客，您想要做什么？好，方权，你给我等着！柳少，这增寿丹您还要吗？要的话，请付款。这增寿丹是爷爷指名道姓要的，要是不能拿回去，会对我继承人的身份造成威胁的。我要。柳家还真是财大气粗，多谢柳少了。老公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在车上待着，别下来。方权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我作对，我今天就要送你上路。哟，这不是柳少吗？送了我10个亿还嫌不够吗？方权，你敢耍老子，这辈子还没人能耍我，你今天死定了！就凭这些臭鱼烂虾就想对付我了？一张嘴巴倒是能说会道，我今天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子硬。你别过来！你别杀我！我把东西全都给你，白玉盘和增寿丹都给你，你别杀我！糊涂，杀了你也是我的。有了这白玉盘当聚灵阵的阵眼，以后汲取灵气的速度就快多了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放心好了。这里怎么办？方先生，您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给你发个位置，你过来把这里处理一下。是，方先生。这是方先生做的，他杀了柳家继承人，快把这事处理了，开始布置聚灵阵。好浓郁的灵气，已经不比前世的修仙世界差了。
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是出现什么意外了？不好了，老爷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我还没死呢！老爷，大少爷死了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老爷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一飞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老爷，大少爷今天带着给您买下的增寿丹从拍卖行出来，在半路围堵方权，结果不是方权的对手，被他杀了。方权，我和你势不两立！老爷。有了聚灵阵的帮助，这一夜修炼比我之前100天修行，要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修为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方先生，我和爷爷是来向您汇报灵泉医药的事情的。你们说吧。方先生，您给我们的那些药方，我们都已经全部生产出来。方先生，现在灵泉医药已经占据了整个江城的医药市场，您给我们的那些药方，我们已经将成本控制得很低，就算是普通百姓都可以吃得起了。做得不错，这10几份药已经足够治疗大部分重疾，足够灵泉医药接下去的发展了。这一切都多亏了方先生您的药方。方先生，这是增寿丹，1颗便能增寿10年，让你返老还童。方先生，这增寿丹不是放在拍卖会上被柳亦菲拍下了吗？柳亦菲被我杀了。什么？怎么，你不要？要！既然是方先生赠予我的，我当然要了。你不要？要！既然是方先生赠予我的，我当然要了。爷爷，您变年轻了。我真的变年轻了。徐文藻，多谢方先生，以后徐家对方先生唯命是从，绝不背叛。行了，都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起来吧。灵泉医药就交给你们来管理，如果有什么困难再找我，一定不会辜负方先生的期望。老公，那个丹药真的能让人返老还童吗？当然。我总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。半年前我还坐在轮椅上，你还每天夜不归宿的去赌博，我们一起挤在之前的小房子里。现在你也彻底改变了，我也站起来了，还住进了大房子。我总感觉像是在做梦。我说过了，不会让你再受委屈，当然要做到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我不和你说了，我还要去店里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方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方先生，我有点事情想要向您禀报。什么事？是关于柳家的。今天早上柳生云那个老东西联系上我，让我们青龙会和柳家一起对付你。等到药方到手后去，全部赠予青龙会，并且还帮助青龙会组建医药生产线。我没有答应他，也没拒绝。我知道了，还有其他事吗？方先生，柳亦菲是柳生云唯一的孙子，现在柳亦菲死了，我怕他会做出什么狗急跳墙的事情。我说我知道了，你没听到吗？属下不敢。没什么事就退下吧。是，方先生。现在柳亦菲死了，我怕他会做出什么狗急跳墙的事情。我说我知道了，你没听到吗？属下不敢。没什么事就退下吧。是，方先生。既然已经和柳家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，那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斩草除根。什么人？柳生云呢？我不知道。还真不在。王权，你这个小畜生！柳生云，方权，没想到是我吧？你杀了我孙子，让我柳家绝后。今天我也要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你老婆去死！有什么事情你冲着我来？方权啊，方权，你也会有害怕的一天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一个人到藏玉阁来，我只给你半个小时。柳生云，你找死！方权，没想到你老婆对你还挺好啊。不过你要是敢走，我就一枪打爆她的头。我来了，你可以放人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放人？你当我是傻子吧？我今天在这里就是为了让你们两个都给我的孙儿陪葬。你把他放了，
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。你杀了我孙子，让我柳家断子绝孙，我也要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不过你要是现在给我跪下磕头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放了他。不要，老公，不要跪下！闭嘴！你要是动他一根汗毛，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该死，他老婆都在我手里，我竟然会被他吓到！给我跪下，否则我立刻打死他！他若是掉了一根汗毛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！死到临头了，还要嘴硬？你给我跪下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老公，你快走，我下辈子还愿意嫁给你。放心，你会没事的。方权，这是你逼我的！这怎么可能？老公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有我在会没事的，放心吧。我说过，你动他的话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滚开！滚开！接下来的100年、1000年，你都会在黑暗中度过，日夜遭受折磨。我不会让你死。杀了我！求你杀了我！老公，要是再遇到危险，你不要再管我了，我只要你能活着就好了。傻瓜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？老公，这一辈子能嫁给你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要是有下一世，我还要和你做夫妻。当然了，我们生生世世都会是夫妻的。老公，其实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我怀孕了。真的？哈哈哈，我要当爸爸了！哈哈哈。老婆，你怎么不好好休息，还到处乱走？我只是怀孕了，又不是和以前一样瘫痪了。这小家伙还在踢我呢。可能他也感受到了他爸爸在摸他呢。怎么了，老公？老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魔尊大人，我们终于找到您了，还请您跟我等回魔界，主持大局，率领我等反攻仙界。滚！